大家好，我係關偉軒，係2025年 DSE 考生。前排放榜，有幸接受媒體嘅採訪，分享咗我喺 DSE 爆廢經歷，同俾大家叫做爆廢考生添。我喺中3嘅時候突然間爆廢，可以話係接近瀕死嘅邊緣。之後經歷咗手術嘅治療，諗住等身體慢慢好返，但係冇諗過3年入邊又會爆多5次廢。其中一次仲要喺我考緊 DSE 期間入院，爆廢嘅後遺症都一直喺度困擾住我。始終個肺曾經嚴重萎縮過，口氣都會變得差咗。如果個人緊張或者做緊運動嘅時候，仲會氣喘添。連我最中意踢波都受影響。爆廢之後踢波都要就住，搞到踢得唔爽，又唔可以一氣呵成。氣管、喉嚨同埋個鼻都變得好敏感，唔單止瞓覺麻麻地，每次出入冷氣房同埋去到多人嘅地方，都好容易唞唔到氣。鼻水倒流，仲要搞到喉嚨又痕又咳，有時咳太大力或者打乞嗤，心口仲要嚟住，所以都好影響我個人嘅精神狀態。經歷咗幾次爆廢，醫生都有提醒我要好好保護個肺。如果再爆嘅話，就手尾長。同埋我都有去睇中醫，醫師話要固本培元咁樣調理個肺同埋氣管。佢就推薦我食蟲草，因為蟲草係少有性質平和嘅中草本，不寒不燥，任何體質都啱食。食野生蟲草嘅成本好高，而且媽咪煲同燉都好嘥時間。所以我就打算食蟲草嘅 supplement，會方便好多。綜合中西醫嘅意見，加上自己嘅研究，對比過唔同嘅產品，最終選擇咗食呢款樂道大學蟲草。產品標榜有本地大學認證 No.1 蟲草腺苷濃度，一粒就等於有128條蟲草，加上有大學專利抗氧技術，大大加強蟲草發揮。本港頂尖大學臨床測試證實，85% 測試者只患咳同埋改善呼吸道問題。佢仲獲得醫護學會認可。高達95% 醫護認同，有效提升免疫力，俾到我好大嘅信心。樂道大學蟲草嘅品質仲獲得大學以獨家專利檢測技術鑑定，確保咗每一個批次都質量合格，我先食得咁安心。我已經食咗一段時間，早晚各食2粒，短短食咗3日，已經有好明顯瞓得好咗嘅情況。尤其係夜晚開冷氣瞓覺嘅時候咧，都冇好似之前咁樣喉嚨又乾又痕，有冇之前咁樣又鼻塞又鼻水倒流，唞氣舒服咗好多，又暢順。一覺瞓到天光，每朝起身仲 feel 到好精神，瞓得好夠添。以前氣管唔舒服，溫書集中唔到同好易攰，有時逼不得已都要食一啲西藥去舒緩一下氣管。但係而家已經唔會再有呢個問題啦。仲有我踢足球都冇似之前咁樣扯蝦，我啲 friend 都話我唔似爆過廢添，體力明顯提升咗。前排轉天氣，屋企人作病，我都有叫佢哋一齊食大學蟲草，喉嚨痛同埋鼻敏症狀都好快舒緩咗。好快好翻晒，我同屋企人都會繼續 keep 住食呢款樂道大學蟲草。佢唔單止幫我強肺、保護呼吸道，仲幫我全家人增強免疫力，對抗1年4季唔同嘅流行病。因為我知一病真係壽命好長，全靠樂道大學蟲草。我有信心養好體質，拒絕殺藥，唔再用病房做自修室，可以好好 enjoy 大學生活，有好嘅身體，自然更專注、更有幹勁。我嘅成績同埋各方面都可以表現得更好、更強。樂道大學蟲草真係幫到我同屋企人，大家可以去萬寧買嚟試下。